在讲话路马甲伊的来啦，我上路你啊，彼此的苦苦呀情啊，你让我无数年路大不离开等啊，一束米达拉，马达拉等啊古基苏，阿卡达瓦人古呀卡萨斯的，不可萨苏啊努米达，那无能古地人你说，达拉恩高当啊萨伊比努干啊不阿鲁米啊，马拉兹在都古地达，啊呵咿呀，哦咿呀，哦咿呀那咿呀，咿呀，啊呵咿呀，哦咿呀，哦咿呀那咿呀，咿呀。Luka sasuanu mida Nang kuti demi sudalan Kau tanga sai binu gana mu arumia Malah setai tuku kita Ah iya Oh iya Wa iya na iya Iya Ah iya Oh iya Wa iya na谢谢。今天歌单本来有奇异的妇人，就算了，不要再唱，才刚写进去就下雨了，连唱都没唱。然后唱这首歌会下雨，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今天就不唱了啊，回去听 CD 就好啊。我今天唱别的。其实这几天的工作还蛮有趣，说工作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其实节日跑的也不算通告，算什么活动嘛？心情变化蛮大的，蛮有趣的，还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今天也邀请我的好朋友来听的，是一群很认真玩乐器的妹妹小女生啊，也不小，他们都蛮大的啊，就是弦乐团的那些，我有一个弦乐团的一个那个乐手们啊，然后请他们来听我表演这样。通常他们都是跟我一起表演的。那这个乐团我一直很努力在推，然后把原住民的音乐跟弦乐团合在一起，我觉得很有趣这样，就是弦乐团是西方的古典，然后我唱传统歌谣，我还要和一样算是原住民阿美族的古典乐这样合在一起啊，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结果今年好像没有什么表演的机会，就一直没有机会可以表演哦。他们很难过，我也很难过啊。我就说好吧，那你就来这边听我表演，也不要叫他们表演这样。这边比较难嘛，好像空间太小了，
摆上去就1/2的位置就没有了。没关系啊，他们忍耐了。然后有一首歌跟他们合作，有一种不一样的想法。然后这首歌其实我还蛮常唱的，是一个阿美族的传统歌谣，不一定你们也有听过《欢乐饮酒歌》。谢谢。其实今天早上才去参加那个我们部落的旅北，应该旅居在北部地区的联合丰年祭。就都兰的人还蛮多的啦。后来有分旅居在北部有分3个单位。第一个单位比较大的就是在大台北地区，就是从土城、树林、新庄的，然后也有一些在台北市汐止、南港的，然后还有比较早的，其实第一批都兰人是在基隆，在台北的叫旅北嘛，在基隆的叫乙基，然后后来比较晚，也不晚了，就大概这20年间，然后有一批就是到桃园有很多工厂呢，就叫旅桃，在桃园工作。这3个就都是部落的人啊，我们都上来台北都会有互相联络，就阿美族都是这样，很喜欢，
就是搬家的时候是举亲，你知道吗？哎，你要搬去哪里？我要搬去台北。啊，那我也要去台北。不会想要说去台中、桃园啊，去台中新竹那种，没有。你搬去哪里？我要到桃园，那我也要去桃园这样。好像这叫什么？跟屁虫效应吗？就是你去哪里，我就要去哪里。可是部落的人就是要离开部落的时候，都还是说好要一起去什么地方，那在什么地方一起工作这样。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在其他的族群好像比较少看到啊。那阿美族人也比较多啊。日据时代的时候，都兰就有1000多人，就是以前算一个很大的一个城邦了。啊，我们的头目是选的啊，不是世袭的，所以其实都要看统治者的部落的那个领导者，不是统治者，领导者的领导方式，所以头目。所以我们去基隆好不好？就去了，全部都去。好，3个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吕北、吕桃、吕基的都兰同乡会，但是都说好每年都要还是在台北。如果来不及暑假回去，因为暑假请假有的人不方便嘛，就说我们在台北办一个类似丰年祭的情况，但当然我觉得比较像是同乡会啊，但有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把那庆典的一些歌曲也拿来唱，就是大家看得到的签收，所以就这样轮3个，就是今年刚好轮到桃园这样，吕桃，明年就吕北了，然后后年就吕基这样，吕基一样，还是吕龙，吕基龙。不好念啊，他们的 T 恤上面就会印那个吕北、吕基、吕桃的那个 T 恤这样。啊，我爸爸应该也算是基隆的一部分，因为小时候我爸爸跑船，所以小时候有机会来基隆。但其实有印象的时候都是在苏澳，没有吕苏的哦。吕基依然蛮好，吕仪。好啦，我讲太多了。然后这首歌《鸳鸯》。哦啊嗨呀那嗨耶，嗨呀哦嗨呀，嗨哟啊嗨呀那哟耶，哦啊嗨呀那嗨耶，嗨呀哦嗨呀，嗨哟啊嗨呀那哟耶。啊嗨呀那嗨耶，哦嗨呀哦嗨耶呀，嗨哟嗨呀那哟耶，哦啊嗨呀那嗨耶，哦嗨呀哦嗨耶呀，嗨哟嗨呀那哟耶。忘记歌词，应该不要告诉你们，反正我唱不赢你们，听不懂。Malulai bifu dengan ma'ara
哟嗨耶呀，嗨哟嗨呀嗨哟耶，哦啊嗨呀那嗨耶哦嗨哟啊嗨呀嗨哟嗨呀嗨哟耶。嗨呀哦嗨耶呀，嗨哟嗨呀那哟耶，嗨哟嗨呀那哟耶，嗨哟嗨呀那哟耶。谢谢。你刚刚在唱歌的时候，就一直想到今天丰年祭的画面。没有，其实一开始是感伤的，就是哇，原来大家其实想回家没办法回家，就故意在台北用了一个很像回家的场面这样，对，丰年祭这样。只是就想到，你知道，其实回到那样的状态，就是每个年龄阶层都要出现嘛。然后我是拉千禧的，在阿美族里面的社会传统制度里面有年龄阶层啊，我就想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班长，每个年龄阶层有自己的班长，我们叫阿少，9岁没有来。他后来有了，他前一天很惆怅，说我一定要这样，没有来。还在抱怨自己工作怎么样？跟我的兄弟讲了，9岁还没有来，什么意思这样？就觉得这个生活还蛮妙的。我不知道他在工作，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工作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跟他对吧？我前一天晚上就这么惆怅，然后说今天一定要来同乡会就没有关系，祝福他。但事实上，我跟我自己部落的这群年轻人拉千禧其实我以前早些年都会有些歌曲都是因为这群一起长大的青美族嘛，就有一些很多的创作，当然可能大家有些都比较熟悉的这首歌《拉千禧》。天空下的太平洋一直蔚蓝着，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唱着我们的歌，唱着我们所有人，唱着我们的日子，唱着我们的名字，拉千禧。拉千禧，拉千禧，拉千禧，嘿呀呀，嗨哟，嗨呀，哦哎哟，嘿呀。咿耶嘿呀那咿耶哦嗨哟嗨呀哦哎哟嘿呀，嘿呀呀嗨哟嗨呀哦哎哟嘿呀，咿耶嘿呀那咿耶哦嗨哟。哎呀，哦哎呦嘿呀，咿耶嘿呀那咿耶哦嗨哟嗨呀，哦哎呦嘿呀，哦哎呦嘿呀，哦哎呦嘿呀。
谢。其实不止这首歌啊，还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有一首歌我很少唱，几乎都有时候都不怎么唱，叫《杜兰青年聚会歌》。因为我们老人家以前是很容易聚会啦，所以聚会的歌很多，啊，有些还是即兴的创作的，但是因为传唱率很高，所以就被留下来了，好像就变成一种我们部落的流行歌曲。其实他用的都是华阳和一样那种，唱腔嘛，我们讲那种唱歌的方法。然后这首歌我就是模仿那样啊，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聚会都是被卡拉 OK 取代，就是也不是说 KTV 不好啦，还是另外一种形式，因为我们以前聚会不用收钱 ，KTV 都要跟我们收钱。我想说原住民唱歌那么好听，为什么要收我们的钱？然后就写这首歌叫《杜兰青年聚会歌》。哦啊嗨呀嗨呀哦啊嗨呀嗨呀哦，哦啊嗨呀嗨呀哦啊嗨呀嗨呀哦啊嗨呀那哦嗨呀。哦嗨呀嗨呀哦，嗨呀哦啊嗨呀嗨呀哦嗨呀，不会吧？这个唱得蛮反的。今天怎么状况那么多？醉了吗？老板，你有准备酒啊？是还没有喝。豪哥。快乐。哦啊嗨呀嗨呀哦啊嗨呀嗨呀哦，哦啊嗨呀嗨呀哦啊嗨呀嗨呀哦啊嗨呀那哦嗨呀，哦嗨呀嗨呀。谢谢。
专辑里面是清唱，然后橘子部落里面他们硬是要把吉他拿出来伴奏。他说这样抓不到 key 啊。我想说啊，以前老人家都没有吉他还抓到高 key， 就是觉得我可能有些事情我们太依赖了，被外面洗脑说一定唱歌一定要有吉他。或许等一下我们下半场就没有吉他了。没有，开玩笑。自己打工票啊！好了，没有了。下次啦，好了。老板酒啦，没有人喝酒。有吗？没有，这边有卖酒吧？好。哦，好，你叫我选一个。好。好，再用了啊。我加柠檬片的就可以。重点不是酒。你知道最近有一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你们喝过小米酒没有？新的。对啊，以前我们不怎么喝的，因为我们觉得买公卖局的比较好喝，因为比较快醉。那小米酒其实也蛮好喝的，甜甜的。但是然后只是小米酒的后劲太强了，有些人一开始很容易，因为太甜了，很好喝，喝很多。隔一天头痛死了。如果喝不习惯的，搞不好会宿醉，会呕吐啊。那小米酒最近有不一样的发展，也不知道谁啊，神经病，就是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是因为外面卖酒那种调酒有没有很贵啊？有没有？不是你们哦。在台北工作的年轻人，所以我们也是需要疏解一下工作的那种压力情绪，所以他们会去那种喝酒的地方。他就是调酒，然后就旁边就放个柠檬片啊，他就说这样一杯180、250，怎么那么贵？柠檬片而已。好，你知道他们把这个歪风带回去部落，你现在看到部落小米酒旁边会有柠檬片。我说这样搭得起来吗？搭得起来，还蛮妙的，酸酸甜甜。因为小米酒本身是甜的嘛，加柠檬片，甜酸酸，只是人家的是很透明的，柠檬片放下去看得到柠檬，小米酒白色的啊，必须要去谁知道里面有没有柠檬片，只是有那个柠檬的味道嘛，这个很妙啦，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可是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有发生过了，对，你们在好不知道几年前，5、6年前，不是出现什么养乐多套什么绿茶，就变绿茶多多了吗？对，就是那种调饮料。啊，原住民就觉得，反正养乐多跟那个小米酒也是很像。我也会调这样灌水，有没有？喝下去就，真的有放柠檬片的，这个老板就是好贴心哦，看得到柠檬片的。我有喝这种加柠檬片。去香港更好玩，香港有那个叫什么柠檬七喜哦，你们有喝过吗？在台湾好像喝不得，而且他们柠檬是有腌过的，然后切片，然后放在那个七喜里面，有一种。好啦，不要讲柠檬片。都是因为今天参加同乡会的风云记，才会有这么多很奇怪的事情发生。要不然其实我的平常生活都还蛮平静的。但是昨天也蛮有趣，昨天参加了2个活动啦，还有一个是那种创作歌曲比赛的表演，就是应该说是活动嘛，他们的奖金还蛮高的。就鼓励桃园当地的人要创作嘛，好像有开放给全国吧。然后就是你要创作，你就可以去那边比赛，第1名还可以拍 MV 的样子。这个还好，因为我以前也是参加创作歌曲比赛出来的，开始被老师发现了，然后一直到图腾，又参加比赛，就是海洋音乐季，才被唱片公司发掘。不过最近的比赛就比较多了，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海洋音乐季没有前3名，就只有第1名而已，就是什么海洋大赏，为什么没有前3名？第2名、第3名也可以发奖金，还是奖金太少都集中在第1个。然后第2个参加的就是那个，你们知道昨天有一个同志大游行吗？游行活动吗？超多人的啦！
哇，我以前常常参加抗议的，你知道吗？游行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人呢。他们为什么不分给我1/3就还我土地留起来？你也可以穿，你也可以穿泳裤就好啊。我那边靠海有没有？你抗议完还可以下去游泳，分我一点点人嘛。我操，爆多人的啦！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你看我以前还在总统府前面帮那个，你知道有一个山阴部落嘛，在那个三峡跟莺歌中间有一些阿美族的部落，去帮他们的房子后来被拆掉了，很可怜，没地方住啊。我那时候才刚从法国回来，然后他们说我们要找很多人一起来抗议，真的吗？找很多人，50几个，便当还多买的，因为那时候抗议的时候是1月，他们很可怜，没有地方住，我们一起在总统府前面睡觉。然后到那边的时候，看到昨天那个抗议也太多人了，很羡慕呢。会不会以后只要找他们来就可以很多抗议就这么多人就好了？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啊，那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很奇怪的参与，觉得开眼界吧。我有带部落的弟弟们一起去参与，昨天还叫他去报那个主持人，有没有看到吗？你们有去吗？对不对？你们没有看到没关系，不知道新闻画面有没有播到，就是他本来要吃我豆腐，我就说这有什么好报的？这边前面这2排应该都被我报过了吧？然后主任要报我说好啊，那没关系，那你要不要报18岁以下的那些弟弟们？就叫弟弟上来，你知道怎么报吗？用冲上去报，然后因为他主持人很高，太高了，我大概只有到他的胸部吧。就好高啊！弟弟叫我们去抱啊，他们抱的时候刚好摸到他的那个属西部。你有看到这个画面吗？然后主持人就尖叫啊，8个抱1个呀，蛮好笑的。哥，你刚才不是叫我们去抱？对啊，怎么样？我很想摸到东西耶。我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也很好奇，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这样的同志游行，没有看过的，他们很好奇的去的时候就一直问，就不好意思问啊。好啦，就是反正这2天的日子还蛮精彩，多彩多姿。然后有一首歌，我那天也在教他们唱，不知道有没有这些朋友们有没有学会？这首歌叫《我爱你》，听过没有？你们应该听过吧？你是我歌女不是吗？昨天去游行很怕误会我是菲律宾人，耶！菲律宾的同性恋来支持台湾的同志游行，超酷的。没关系，耶稣爱你，好吧？
啦啦的